83歲嘅退休高中中秋台係農家子弟，灣西陸下區一直到土嘅釋放學校，能接觸到發土，到今260年客家，被畫下台灣一等獎嘅風景，韓國人屯土地嘅感情。有人講伊係鄉土田園畫家，也有人講伊係台灣美麗。最近以韓國屯苗栗公館嘅老屋改造做藝廊，希望由韓國多人來分享嘅作品。安內公館每隔個有藝術氣息。這張就有一點日本的顏色，日本的那種顏色調調。秋天啊，那些房子啦，那些樹林啦，那稻田，還有的割掉了以後加一點像白白的露絲，和這個房子一種呼應。今年四季教師暗部，無論內容是該推動區上鄉都動聲音。也可以你媽頭也好，周身頭也好。恢復一個很寧靜、當點清的一個池上的風景啊！看到區上嘅天然風光當感圖，畫家中秋推用畫筆落幾個章畫下來。因為我過去也耕田嘅，我喺底下你了解安尼心情，所以啊安尼年紀，許多給他哋看到那個就像轉到頭擺780年咧，以前的安尼個生活。跟空間一樣啊！聽了校長就是解說之後，真的覺得他用那個水彩，然後表現出那個台灣的農家之美，真的很像那個池上的風景就在眼前一樣。在稻田收割完了之後，農夫們都會燒那個稻草，然後把它當成下一季的肥糞。看到這幅畫，我真的很感動，就是小時候那印象就栩栩如生的就在腦海裡面出現了。黃啊，哇！幾片的全黃，金家進浪啊！你感覺到哇，很豐富、美麗的台灣，美麗的農田，美麗的大地。畫圖創作是夾子，中秋推廣對大自然的變化嘅感受特別深。以差唔多5點了轉陽的時間呢，山呢就較暗了，但是天堂國啊，很燈光，日頭西片還有些嘞。有西天還有雪兒殘下，有沒有？叫我如何不想他？透過中秋推嘅阿 Q 為副歌，處地白龍抬頭伸頭，所以佢對區上有特別嘅感情。區上內地嘅白州處白地為是白州。也台灣最後嘅一個農田，非常嘅強啊！個田安法也冇天線盾，也冇乜嘅東西，也冇馬屋嘅，就可以池上去原來眼見，將台灣留下一個最美麗、最後的一個香格里拉樣嘅。了解組織嘅畫家對土地嘅感情，地區上也簽到農事圖和記得嘅解答長圖。也10-20年來，些公館嘅大家講清楚喺個地方，所以當地人做嘅。也到蹲地，繼續蹲到一塊的冇田好看嘅，一田全部就支離破碎。中秋推回推翻嘅農業老歷史留下見證，香港用山寫山等推翻個體嘅台山，也有幾個腳跡。森林火災燒掉了，但是這個樹都是這麼大的樹，已經上百年了，還在那裏邊。秋天過後嘅蘭台花草，強熱變風，暗用嘅風景是彩寒江。私もこの絵を見た時に日本の山の風景の感じを受けてすごく感動しました。とても綺麗でとても大好きな。能夠上山的人冇多少，尤其畫家要相當過以上，所以暗河嘅景致，台灣嘅果山暗精彩，我係咪有時要將一個畫，將一個景致，果山嘅景致辦好了，本大家分享，所以。生命的意義就要有所作為。落雪山嘅將留地法度，也係中秋推30年前畫嘅，係天龍子體界機罕石不下庫，亦是當地土司法學校將接觸到音樂美術。先想學音樂，但是我思想到音樂啊，唔能講一個音樂家，你冇鋼琴板凳，你也冇辦法。最主要是我得到我欣賞，李彩凡先生，我受佢感動，所以我開始畫圖。畫圖雖幼稚，比挑食盤出走的負擔係冇問題。唔過將出入高數嘅中秋推，亦見380元，最終只出5個元。
花好些那个种子啊，我用水冲它啊晒它，晒它也变成一种籽，可是没拍籽了，变成有一朵颜色，但是是淡淡的，哎，天也又按个用牙子做代色，又来发呢。跳过度挖风机，挖台湾土地，下后也开始挖花。我每花就差别硬的方的，凹凸的吼，咁样花，吼，说唔好，所以我花全部就会伫土地上上的那个花，安尼，也就是说，花也是一样，根植于土地。vào lại 62年，vào lại東道作品，兩部歌佢喺那老羅布貴族二路，還有點情界公幹天中下也加動藝術。將我嘅花呢呈現出來，天氣嘅燦爛，同時我還愛喺呢邊我所攀入嘅客家嘅語言、詩詞各方面嘅文化嘅發通嘅講座，嗬，邀請大家人來，找到來了來閒談地方事，家鄉人愛啲家鄉事。我觉得所有的事情总是都要有一个開端，有一个領導者。我覺得我很佩服張校長，他有這個勇氣，然後還有這個決心，帶領我們公館往美的世界繼續前進。公館光景小徑係當出名嘅觀光景點，不過難得就愛用嘅氣氛空間，中秋台希望地理上下嘅機，都做得來看法充實心靈。我認為我就像港鐵一樣嘅呀。3晚1點就冇辦法叫車，不能夠苟且，不能夠偷工減料，也係我嘅港鐵人嘅一個生命態度，也係我嘅從事一個必港，因為講港鐵啦，吼一個生命態度。從港容易肉，朴實朴挑，實實在在，中秋推廣，既係為幾間社會來發土，也係為母土大地來發解。